大家好啊！中原地產海資料分享嘅 Queen 張小姐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影一灣嘅開放式單位，而家即刻帶大家睇下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喺單位呢度係玄關位嘅位置啦，影一灣多數咧都係用密碼鎖嘅。咁玄關位有走廊位啦，開放式廚房啦，呢個係雪櫃啦，咁有冰格嘅。咁啊，洗手盆啦，電磁爐，同埋洗衣機設備齊全，仲有呢個係蒸焗爐。呢度有個起身鏡啦，趟門一打開咧就係浴室，列置企缸。實用嘅，咁呢度係飯廳啦，有齊晒吊櫃，咁呢度可以開張飯台，有3支幾厘都仲可以喺度炸台嘅。呢度咧係客廳位置啦，有齊晒電視櫃啦，嘅組合櫃啦。咁呢邊咧擺 cushion 喺度就可以當一個 sofa， 可以睇電視。呢邊咧就可以做工作嘅空間啦。呢度係睡房啦。呢個望出去嘅地方都係相當多人嘅，仲有衣櫃，少少嘅空間5臟俱全。非常之實用，如果對單位有興趣嘅，歡迎同我 call 預約及查詢詳情㗎。